頭先另外都提到啦，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咧可以有流動應用程式啊，或者專屬網站。咁市民可以透過個平台咧係睇翻啲告票嘅詳情啊，或者係直情交嗰個告票嘅即係罰款啊，用轉數快、信用卡等等嘅。呢啲之前已經有㗎啦。咁啊最新咧有個新嘅功能，有4個應該咁講。可唔可以講下分別係啲咩功能，有啲咩特別咧？可以啊。嗯嗱，咁今次推出嘅4個功能呢，就包括新增多重帳戶嘅身份啦，咁車輛專屬二維碼，咁就申請查閲違例泊車嘅照片，同埋支援對所有交通告票提出爭議嘅。咁呢啲唔同嘅功能呢，其實主要係方便車主啦，去授權代理人啦處理違例泊車嘅告票啦，同埋希望呢就提供我哋執法嘅透明度咁樣嘅。嗱，逐個講啊，因為頭先話其中一個咧就即係優化呢個新功能咧，就係話新增多種一啲嘅帳戶身份。咁我見到平台會增設咧代理人、代理公司、專屬員工咁。點解會有呢啲唔同身份，同埋唔同身份嘅分別係啲乜嘢？使唔使事前要做一啲申請啊？我係譬如專屬員工，或者我係代理人咁，使唔使咁樣做嘅？其實咧，我哋講嗰2個功能咧，新增多重帳戶身份啦，同埋車輛專屬嘅二維碼咧，其實係由始至終，我哋同唔同嘅業界啦、唔同嘅市民啦，去持續溝通同埋會面嘅成果嚟嘅。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就係協助車主等佢哋授權代理人處理違例泊車嘅告票，尤其係對於啲運輸業啦，無論係的士啦、巴士啦，尤其是呢啲公共交通行業咧。佢哋需要處理旗下咧大型嘅車隊嘅，咁呢個功能咧，呢2個功能咧，其實係方便佢哋處理違例泊車嘅告票。而點樣去授權呢？其實我哋已經上載咗咧相關嘅短片，就上我哋嘅網站啦，同埋我哋嘅平台嘅。咁我哋係逐步、一步一步咁教啲市民點樣去處理呢啲告票。咁授權嗰啲方法呢，如果市民大眾有興趣嘅呢，可以隨時上我哋嘅網站啦，去流動應用程式去慢慢去瀏覽。即係主要其實簡單講，俾車隊嘅去方便佢哋管理，因為太多啦，涉及嘅司機太多啦，咁所以就有一啲叫代理人或者代理公司或者專屬員工去幫手處理一啲告票，係咁樣嘅用意嘅。其實主要用喺車隊嗰度嘅，係咪？其實咧就唔單係咁樣嘅，其實一啲普通嘅市民咧，有時都會應用到呢啲情況嘅。或者我舉個實質啲嘅例子啦，好啊。譬如一個家庭之中咧，譬如車主係爸爸咯，咁但係實際用車嗰個係阿仔。咁平時以往收到電子違泊告票嘅時候呢，因為法律嘅責任係車主啊嘛，咁爸爸呢就會收到相關嘅電子嘅短信啦，或者電郵啦，咁爸爸係需要自行咧轉發俾個仔仔處理嘅。咁但係依家呢，車主呢就可以透過我哋嘅平台授權阿仔呢成為代理人啦。咁個仔呢，只要就我哋平台咧就可以直接收到個平台嘅告票嘅推送通知咯，同埋直接透過我哋嘅平台咧去清繳罰款嘅。OK。咁呢個咧就係方便埋市民大眾咯，就唔單係公司啊、車隊啊，咁市民大眾其實都用到我哋呢個功能嘅。